迎第一组的来宾仙家。武侠文书400年，城市皆有人情味。哎呀，南部口口上水开，胜利的着笑眯眯。哎呀，笑眯眯啊！来第二队的来宾，欢迎阮的下队，客家那讲心，一定摕奖金。大家拢要来摕奖金啦！来，咱上擂台。好，谢你来。请。来，欢迎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嘿，介绍阮这组的队长，是阮小蕊老师来啊啦！小蕊老师，老师你好，你好。老师是家己报名的，哦是哦是安怎嘞？因为伊就爱看咱的节目，哎呀，感谢看专家有智慧。是不过你讲老师，因是毋是全部拢是老师？我是毋知，等下问者。好问者嘿，啊，你是教啥的？啊，我带高年级的学生，高年级的学生，嘿。啊，阮全家是对教会的朋友，佮足介意讲台语的，感觉讲台语做有内涵的。第二位老师甲介绍了去啊，哈，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歌声、唱歌，也是唱声足好听的丽咪花，哈，丽咪花，对，因为我的名是林敏华，哈，所以也音做成丽咪花。好，欢迎老师呢，吴雕干老师。好，来，我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水搁大班的吴诗。吴老师，你教啥？哦，我教国文、家政，啊，搁有台语。好，来，我再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叫阿怡。我参阮查某囝拢有咧看这节目。我同阮查某囝讲，今日我要来看美秀搁唱阿雄。是。我来的路中呢，我坐火车。我一边看册，我就是看这本一个我接触台语的时阵，就是接触这个老师，所以今日佮看到伊本人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比着100万更较欢喜啊！哦，你甲看，100万吗？有新牌拢摕出来。对啊，好新牌，我是粉丝的买种的。是，无唔对，佮保护着啊啦。嘿。是，嘿，老师，你教啥的？我本身伫学校内底，我是教这个生活科技，嘛有教这个台湾的手语。嘛是有教这个台语这方面。是我想要问一下吼，啥那恁拢爱排一个牌啊？对啊。等下敢通啊看？这是要甲迄个美秀姐特别报告，这是阮台南吼上有名的这音源兴吼，伊的设计咱台湾味的这布，而且伊这是咱台湾的布料，搁有伊这设计做者咱在地文化，比如讲有迄个家子茶啊，迄个点心茶，搁有迄珍珠泥茶啊，做侪款的，对，拢做咱台湾味的。好，欢迎4位老师。老师了后，换恁那边的啊。阮这边是真好的学生啦，学生真好的学生，真好。不管学台语、学跳舞，还是学表演，拢真认真啦。是，欢迎阮的郝诗。哎呀，台南查某囝，哎又过来啊！来，董事自我介绍。嗨，我是雨欣的经纪人，我叫思维。今日你来。听讲佫有带另外一位真重要的人来哦，就是阮妈妈。哎呦，大家来，妈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阿朱，阿朱你好，是妈妈咧，这少年啦，嘿，真少年嘞，恁两个敢姊妹啊？对，我较操劳。真正有影成姊妹啊？对啊，嘿，看袂出来妈妈。头我为新竹来的，哦，开车就来，专刚来嘿，感谢妈妈，感谢妈妈，欢迎妈妈来。对啊。好，啊妈妈的边啊嘞，爸爸。喂，边啊这个是我真正足够的是，唔知咧讲啥的，阮拍山球的教练。哦，山球的教练是不是？哦，都义工唔对，我嘛是老师。你嘛是老师啦。哦，咱家嘛有一位老师哦，厉害哦，是，老师厉害了。好，再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台语是咱的珍珠。
教育胜败靠老师。哇，讲得真好。哦，台语是咱的亲子哦，嘿啦啊，教育安怎咱就爱靠老师哦。嘿嘿，大家拢是为着100来嘛，对啦对吧？看好，一只。目睭背后金毛，还要切破。我拢有看到啦，对是，咱哦，咱这游戏，咱就是一定爱公平，对啊，竞嘿，争，公平佮公开来，互大家看，对是啊，大家互相学习安互尼啦。相学习，好，要比落去啊！加油哦！来哟，进来，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第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敬一边。这个回合吼，美秀一单，每一题阿雄我嘛有一个答案。是啊，咱分数安那算？嘿，啊，拢总吼有6个答案，来哦对一个就是1000，上最啊摕到6000块哦6000块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少年人定定伫网络顶面打卡，分享去过的所在。请问打卡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答案是邓卡。邓卡嘿，就敢若亲像邓音啊共款嘛。嘿呀，我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已经爱邓一个音啊，会记好做一个记号，就讲我有来过安尼啦。敢若有道理哦。是啊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拍精，拍精。会记得无？咱你上下班有无？打卡就是爱摕一个单啊有无？去那机器啊，记会记。嘿，哦，那叫拍精。拍精，因为迄就是时钟有无？切精啊，这就是拍精啊。哦，好来，美秀这边是邓卡。阿雄这边是拍精。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。来哟。哎呦，算了哟。哎呀哎呦，是，啊那咱这边的纳米花老师，雷米花，对，嘿，就是咱像咱的，到一个所在啊，咱像咱拢有迄个旅游，拢有一个迄个单，啊，拢会灯音啊，灯音啊，哦，纪念音啊，纪念的，哦去到这登一个纪念音啊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要问两位的有心，先讲哦，阮两个阮头唔知啊。阮两个头壳插只冤家，为什么？要相拍，要相拍，因为伊选一个，我选一个。对啊，毋过最后阮选拍精神为，我感觉邓卡嘿，这个动作伤大力啦。伤大啦啦，对吧？明明是手机起一个嘿，尔嘛。试一个啊，邓卡足大力的呢，有伤忝啊。刚才更多啊，我应该改做起卡，起卡，起卡都好有咩？影手机起起一个了都好啊嘛。哎，啊，你拍精了，邓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到底是我的邓卡。啊是我的拍精呢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邓卡。哦。好，咱这个台语吼，就是英语内底这个邓卡，也是以前咱讲邓卡路，啊，迄个卡路就是 clock in at work。就是讲要上班啊，啊，我去迄个邓卡路迄个前啊，吼，啊，你甲存迄个牌啊，你的卡片入去安尼，所以伊的原本是安尼 clock in at work， 啊，毋过咱手机啊咧讲的迄个是 check in。吼，那像饭店啊，讲我伫遮安尼入来啊，吼，我入来即个所在啊，啊，毋过咱若用在地讲法，咱打卡会较用古早迄个邓卡路，还是邓卡来用。咱用平板，今日甲取消。咱第二题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有人会用华语讲别全了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哦哟，别全了，了。是美秀这边的意思，就是讲卖骗人的意思啊啦。什么？嘿啊，嘿，卖别全的。嘿卖听那个卖什么？卖什么？卖冬瓜？卖米？卖菜？卖冬瓜啊？卖怎啦？哦，你想过蛤蟆怎噶呢？是不是？
全。诶，台语的音就泉嘛，卖泉嘛，是啊，就是讲咱讲话哦，袂当伤过含啦，讲到遐尼啊含，伤过好啦，咱嘛袂当啦，是，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卖泉啦，卖骗人，卖骗人的意思，嘿。阿雄，我这边的意思是卖哭啊，哦，因为咧泉水吼，咱若有当时啊讲到伤心的代志，不过伊无3点水呢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因为这无3点水嘛是水的意思啊。哦。下口有一撮水，你有看？哦。啊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别泉了，你咧哭的时阵哦，目屎会亲像抓水啊，一直流出来，一直流出来。哦。所以别泉了，就是讲，哎呀，你莫搁安尼一直流出来，意思就是莫搁哭啊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哦，真正的吼，你是莫搁哭啊啦。拜托的，我是莫搁骗啦。啊，伊莫搁哭啊尾啊，讲到尾啊吼，变成是莫啥物拢要抱怨啦。哦。卖什么话拢要伫怨叹的对啦。你莫搁伫咧哭出来，嘿。嘿，啊，到底是我的卖骗人的意思，还是我的卖哭的意思？好来，2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好，哎呦，来，咱的拉米花老师。拉米花。巫师老师。我感觉拄仔美秀姐啊讲的台语的泉，迄个泉的谐音，我感觉真适合用伫咧食。无，其实我是毋捌听过安尼的讲法，但是因为你安尼讲，我就最想要选美秀的。好，来，小绿老师，我感觉阿雄转甲足艰苦的。哎呀，嘿，我哪有转甲足艰苦的？是，你转甲阮大家拢足眼油的。拢看会出来我咧转的哦。哦，安尼哦。但是等下恁就知啦吼。啊，你有够难言哦。对啊。好，来我这边，来教练。卖转我细汉时阵就食讲的，就食讲。是互人讲你啊，是你讲别人。哦，你相信我卖转。有人咧讲查某人的嘴吼，唔通相信，卖个转。卖个转。我定定甲阮爸后爸讲一寡话啊，伊拢会应我，你卖咧转啦。哦，卖咧转啦，伊转甲转无共，不过音是差不多，意思是差不多的啦。好，音无共尔。哦，真正到底是卖转是安怎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卖骗人的意思。哦。好，这个转就是拄则讲的，伊黑白讲话，哈，也是讲冷笑话，也是足迄个人足精暗的，就是讲一寡无适当的，也是无营无食的代志。啊，咱一般会讲猪头皮转无油，所以咱的转是写做迄个就是炸弹迄个炸，啊，毋过念做转。第3条，啊，迄个泉咱是念做泉，所以就是谐音，迄个泉，个泉的意思，谐音吼。啊，另外迄个泉，拄则有讲到泉，迄是第7条，迄是譬如讲泉水，也是泉啥泉网啊水，所以声调甲分好清楚，啊去享受这款台音的语言变化，2种无共语言变化是足趣味的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过来转一题啦。上尾一题。上尾一题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这题。请问一日走啪啪，一暝点灯蜡是啥物意思？哦，美秀这边是修行无照暗算，是安怎讲呢？就是讲哦，咱最透早无用到暗时啊，无用到咁要忝时啊，到尾啊就敢若一趴电火，呀陪伴你，啊，咱修行什么会拢无啊。哦，无因规半步，结果啥物拢无安尼。啥物拢无回报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修行拢无照暗算啦。好，阿雄我的答案是，比如讲，就是顾唔到所在啦。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你伫时啊吼，啊走拍拍个，结果到尾啊，你应该爱做的代志拢无做，等到半暝啊才来点电火、赶棉帮啊，做跑夜车啦，你知无？日时代志拢做无好啊，是啊，啊尾啊吼，上尾啊暗时啊转来厝的，电火点了，才开始拼棉工，想办法把遐代志拢做好了。是啊，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阿吉，哈，嘿，喂，我感觉阿雄讲的真
真好啊！我感觉听了嘛，耳孔啪啪，啊，我感觉伊讲了足好诶。因为每一个人有休热过嘛，对无？系啊，因为学生啊，拢是休热。要开学之前，跟你拼作业，这句话最适合用电身上。好，啊那咱这边来，有心。因为我就是迄个等到最后一天开始写功课的啦。是不是？伊啊，半暝哪写哪困啊？拄久啊嘛，足忝的嘛，是写。啊，不过一定要写完啦，一定要写完。明仔载开学啊。嘿，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天的。嗯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讲唔对所在。咱这个俗语有当时啊，为着迄个尾字要押韵吼，会小可家己抄一寡迄款故事的顺序，所以伊是讲规工拍拍走，啊规暝就点电火安尼，啊啥那叫做电蜡，就是电火嘛。啊以前拢是用迄款火油，吼啊，就那像咱有迄个就是猪肉内底有迄款猪板油，对，就是迄个蜡就对啊，吼，就是讲那像网西迄款的所在，所以咱就是用迄点油灯安尼。啊，意思是讲吼，你低头唔够，你应该是爱较拍拼的，吼，啊对日头咧行较好，啊暗时爱困就爱困啦，唔好迄个低头唔顾，啊去顾阿无能，啊是讲你即个人头较大身。安尼，嘿，所以就是这个俗语日常真好用，啊嘛祝大家健康啊，就是日时加吸寡日头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看两队的分数，嘿，看阮先甲，即摆有6千哦，恭喜！啊，那阮客家的毛5千哦，拜拜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。佚佗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要去倒位轻松？是啊，甲两位报告一下，咱这个单元吼会带恁用飞行机的方式，为半空中看台湾的风景。哦，倒位水就倒位去，啊有当时是台湾，有当时是外岛，甚至是外国哦。外国哦，咱就尽量啊哦，看到重点甲吹落去哦。好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刷落来，这个影片要带咱来去欧洲的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2个字哦。哦，欧洲的国家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真特别哇！哎，来，有心是我吗？对，你后边顶有倒啊。这个所在我敢有去过。你应该有去过。芬兰，因为头我有看到狗在走啊。哎呀，你有车嘛？我有去算过这啊。哦，你看，真正，我是伫芬兰这个所在。芬兰，宜兰，芬兰，好，老师，芬兰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甲加入去，就可以得了3千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芬兰。对啊，哦，哇，这海花真水。哦，因足贵，数贵嘛，拢足厉害咧，足悬的，足悬啊，足悬的。足嘛是讲足悬。哎呦，这厝的应该真水。我去的时阵足悬的。哦，真水。伊的英语现代英语叫做 Finland， 啊，毋过古英语是叫做 Finna。啊，迄个伊即个国家是足侪即个松林，啊，佮有湖，所以有18万几个湖，所以伊叫做千湖之国。啊，上特别拄则遐拢落雪嘛，所以是咱圣诞老阿伯的故乡，嘿，所以真有迄款幸福的感觉。啊，伫迄个2023年，伊是全球上幸福的国家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这届无摕到幸福，咱后一届会摕到幸福。加油啊！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嘿，教囡仔真辛苦无？看什么情形？看什么情形？对。啊，囡仔，你家有台语无？有，那有教着台语。有兴趣无？重点是囡仔对台语有兴趣无？
渐渐愈来愈有兴趣。哦，安尼上好安尼，真好真好爱用方法对不？哎，是，对，真正吼，囡仔真正有兴趣，哦，就足紧的啊，吼，就像咱安尼，咱南面看，你讲恁等就足紧就知影讲这是倒位啊。对，吼，用台语念出来迄个地名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刷落来吼，啊，请恁讲出来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世界有名的哦。世界有名。四个字吼。哦，世界有名4个字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不要紧，你试看卖。马丘比丘要安怎讲？你想看麦？马丘比丘。咱有一个总统姓啥物？啊，你怎做？哦，马丘比丘，尽量嘿。马丘比丘。这个所在叫做失落的城市，你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刷落来吼，啊，请恁讲出来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世界有名的哦。世界有名。四个字吼。哦，世界有名4个字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是知影就这个字哦，4个字。吗？皮卡丘啊，皮卡丘。什么？你讲啥？皮卡丘？不是，想看麦？哎呦，不要紧，你试看麦。丘比丘，嘿，马丘，马丘比丘要安怎讲？你想看麦？马丘比丘。咱有一个总统姓啥物？蔡英文。佮另外一个收水足后的咧。是马英九。啊，你怎做？哦，马丘，尽量嘿。马丘比丘。比丘，丘，对，马丘比丘。好，老师安尼用力无？丘。歹势唔对。愈念愈唔对。是，好来。哎，马库比库。哦，有影呢吼，姓区吼。马库比库，老师，马库比库会当无？会使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3000咯，厉害！啊，迄个咱因为这个区是咱定定看到的这个姓啦，吼，所以马区、比区也是马 Q。BQ 拢会使，啊，不过嘿，啊，一般是用这个区，嘿，啊，这个所在是迄个伫迄个印加帝国失落的城，所以迄搭遐伊是2350公尺伫个 Andes 安第斯山顶悬，所以足水的，啊，所以有大家讲可能有一寡神秘的符号伫顶悬，嘿，好，多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哦，不要紧，即马分数拢有甲平啊，哦，差不多啊，都差这1000了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哦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上一件咱们去到佚佗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山了，看海咯。看海哦。世界有名的海哦，2个字。哦，世界有名的海，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真哎呦，哦，嘿，来，西海3位，死海西海，西海，西海，嘿，好，西海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西海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分数，恭喜得到3000咯！哦，好，来，咱继续甲西海看完。哇，真特别哦！哇，哇，这敢若另外一个世界。哦，真正的咧，足特别咧。哎呦，
哇水，嘿，这不可思议，爱问咱老师，来老师，麻烦你来解说一下。是什么人死伫遐咧？这不是一个国家，这是三个国家的交界。嘿，以色列啊个Jordan 就是迄个约旦，啊个巴基斯坦因的交界遐。啊，像那叫做西海，其实你袂晓游泳的去遐袂死。因为会浮起来，因为伊内底拢是东亚遐较侪山脉嘛吼，啊所以伊有一个特色，伊是海拔下底422公尺，海底哦海拔比海平面加422公尺。对，啊所以伊迄就是剩的拢一寡较咸的水，啊咱一般咱的水的密度是1嘛，啊伊的密度是2.16。所以你袂晓游水的去遐，你嘛袂死，你就会伫遐。伊只是迄个海咸度伤悬，无法度发生有一寡生物，所以伊就是叫做 Dead Sea， 就是死海的意思。啊，伫因迄个希伯来的语言内底是盐海，就是拢盐，所以伊迄盐的结晶就是足水的，嘿，拢是盐，嘿，啊，所以去遐。就是真特别的所在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厉害呢！厉害！你这看啥死海？对啊。搞。好，不要紧，今嘛8000，今嘛10000，差这一题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我人。是，阿吉老师。是，你拢会甲查某囝看阮的节目？是啊，会互相讨论无？会吼，恁查某囝对台语嘛真有兴趣。哦，我咧教，你教，几岁？一个国小6年啊，一个国小3年啊。啊，会当啊，因为这有记忆真好，所以当下豆，因为即马国家拢有。有台语课，是。啊，因对这有兴趣无？有，因为我讲爸爸要来参加这个专家有智慧的节目，啊，我就有来看，啊，有来参与讨论，啊，有来参与底下咧开讲，用台语来沟通安尼。是，来上回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咱要带恁来去看大都市啊，伊是美国的大都市哦，3个字。哦，美国的城市3个字的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阿吉老师，你的答案是？若是摕到100万，我就要来遮佚佗。好，摕到100万要来遮佚佗。我摇看卖啊啦。好。旧金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旧金山对不对？歹势。哎呀，好笑。来。英文卖噻。Los Angeles。Los Angeles。老师 ，Los Angeles 对，唔对？不是。这个是迄个 Houston， 休斯顿，嘿，休斯顿，嘿，啊，最主要伊是一个太空城，嘿，太空中心，啊，底下有一个迄个太空展览中心，伊拢用足侪实际上的物件去展览，包括迄个月球顶悬的岩石，啊，佮有登陆的是遐一寡物件，吼，啊，因为叫太空城，所以伊嘛另外一个名叫做 Space City， 就是太空城市，啊，内底因有一个最有名的球队，就是 Rockets， 就是迄个火箭队，迄个篮球，对。好，来，今日看咱2队的分数吼，看阮胜的这队，今嘛12000。嘿，啊啦，嗨咧，袂歹，毛8000哦。哦，好，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8题是一个问号，是什么意思？
8个提示就代表有8个问题。 8个问题譬如讲500块，鹿啊，牛车洗二摇，哦烟钱无定性，台湾16岁，每一个问题都甲这关键的字词有关系。哦，有关系。啊，问号是啥？问号就代表计数，奖金无共款哦。上济15000，上少1000哦，请恁好好啊选哦。哦，这一定要好好选啦。啊，两个规矩就是讲吼，咱第一个规矩就是讲，咱较分数较低，咱会通啊先选。有机会选安尼有好无歹哦。对对对。吼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讲，咱有一届救命的机会。救命的机会。嘿，他讲我要支援。支援。嘿，就敢若一届尔。会使甲队友其他的咱通啊讨论讲，咱要选什么题目。是。吼，拢通啊选，啊，其他咱拢袂当讲话哦。就敢若一届救人的机会哦。吼，好来，咱即马分数较少。是8000的。是我有心来，你先选。安怎？恁感觉要选哪一个？恁感觉网五你倒？台湾吗？还是台湾？台湾呐，台湾呐，台湾哦。台湾啊，台湾呐。好，听因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台湾的奖金有偌济？无，咱台湾较欠伊啦。台湾唔值钱啊。无，咱较欠伊。哦，台湾人欠伊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先甲1000块摕来。加油啦！嘛是一分啊，对啊1000嘛是钱诶，1000嘛是钱。加减赚较袂使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徛的台湾这个名，其实拄啊开始是专门咧讲咱台南的什么区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台南的查某囝啊。是。4、3，哎呦。哦。台南足侪区的，但我头一个想到的是安南区。安南区。安南。台南有啥物区啊？我紧啊，你决定就好啊，系1000块了，我紧。安南区啦。安南。安南。好，来，安南区对唔对？哦。哎呀，好，咱这个台南吼，你若以区域啊，譬如讲城台遐是东区嘛，啊，你这个安南区是安南区，另外咱今仔日的答案是安平区，所以差一字是袂使。对啊，你都拢无想到讲台湾人爱平安哦。对，好，啊是安怎会叫做迄个安平区？这就是台南府城建成400年，伫个1624年的时荷兰因本地来台湾，其实伊毋是真正要伫遮做啥物，是要做生意尔。啊，后来感觉这个所在真赞，因就起这个日兰遮城，吼，啊，伫迄搭遐呐，就是用因军事的防御，要去看迄个大海有风舰船入来无？啊，因搁另外伫边仔起一个村，就是差不多伫咱即马西门迄搭遐啊，做一寡贸易，也是讲会当互一寡村民有一个足有制度的即款乡镇，所以是第一个城市。啊，咱台湾叫做台湾，有人讲是带一寡冤魂，吼，啊嘛是即个原因安尼，啊嘛是为遐鹿耳门土城起来安尼，所以就是安平区。谢谢老师。哦，你更加了解啊，这就应该问咱台南人较对啦吼。讲伊住安平区呢，拍卡中。歹势啦，安平的朋友。袂要紧，起码咱即马知影是安平就好啊啦。好，好，来换咱老师啊。老师，来，老师要选多济？16岁。 16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16岁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，七娘妈生的时阵做16岁，是囡仔人办成年礼仪式。啊，你敢知影七娘妈就是什么神明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七娘妈。哎呦。妈祖呀。是。妈祖。好，来，妈祖对唔对？ 5000
先飞去哦。 3月小妈祖，妈祖的生日是伫个3月23。嘿啊，咱虽然是足伟大的女性，不过咱即马咧讲是一个悲情的女性，就是牛郎织女。啊，就是伊是上细汉的查某囝，啊，因其他这有6个，就感觉讲伊互拆线，所以就迄当阵家当做即个亲娘妈生。啊，不过另外有一个讲法，就是其实是另外一尊神吼，伊的迄个7个查某囝啦，吼啊，不管安怎，就是迄个7星娘娘，也是织女。 好，跟妈祖较无关系。不要紧，咱搁继续。加油来，够真济哦。好，来，要选多济？应该还有机会啦。有大奖还袂落，还袂看出来。到一个较值钱啦。你唔敢算啊？是不是？算你较 lucky， 你算。哦，叫你家己选。安尼我选500块。500块水啊，是哦。好来哦，咱来看一下500块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500换12,000啦。 lucky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新台票500块银票顶面有一个国校的棒球队，你敢知影这个国校的小棒队是咱的红校国小，还是咱的南王国小呢？咱100块应该有换过，哦，是毋是有换过？旧的我知影是红票，啊，即马因换新的100块啊，伊感觉是红票，但是无听过呢。还是南王。南王国小。新台票500块顶面的棒球队是倒一个棒球队咧？请问新台票500块银票顶面有一个国校的棒球队，你敢知影这个国校的小棒队是咱的红校国小，还是咱的南王国小呢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我想要志愿。画救命。来，来，志愿。因为这个万二块，嘿，最重要的，嘿啊，加油哦！一定爱掉，你若掉就赢过哦。哈掉啦，是啊，都甲哈过啊。对。啊啦，无听过南王，南王无听过，应该是应该是迄个红的，应该是红叶。因为咱100块应该有换过，哦，是毋是有换过500块。换过。有换过新的100块，啊，搁旧的100块。旧的我知影是红票，红校国小。红票。哦。啊，即马因换新的100块啊，伊感觉是红票，但是无听过呢。还是南王。南王国小。讲话。你决定，我咧边啊，足大声咧，唔通安尼。对，你的运较好，你决定来。你讲我南王就南王啊。嘿啦。对。南王。好，好无？这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。南王国小对唔对？哎。相信家己啦。好，来，奖金。恭喜你的万利哦！这间国小南王国小是台东的南王国小，啊，伊是卑南族的囡仔，因去组迄个队吼，啊，伊资源无啥够。啊，毋过因足认真来去拍球，所以因伫咧民国87年的时有摕到全国的即个定的即个棒球的即个冠军，校棒队的冠军，所以咱就是南王国小。谢谢老师，你真正好来，哇，人紧张啊，人紧张啊，来，汤啊，汤上这边选多济？C 二油，好，C 二油哈。好来，咱来看下 C 二油的奖金有偌济？不要紧，咱慢慢来查起来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二油是台湾的特别的食物，啊，大家吼拢会当咧厝的家己洗二油，啊，洗的时阵爱用什么水上好咧？是矿泉水还是纯水？来，10秒时间。矿泉水，矿泉水，确定哦。嘿，老板洗过哦。是，好来，矿泉水对唔对？嘿，记得啦，来，奖
金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哦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头去写二月吼，伊另外咱会讲，阮拢讲鸡啊啦，鸡啊因为伊内底迄个副果啊，内底有迄款鸡嘛吼，所以咧说的时，伊迄果加伊的加质需要有矿物质，矿物质才会当互伊迄个结冻就对啦。所以咱袂当感觉我要用上好的水，用迄个RO尼生豆还是啥，嘿，所以爱矿物质。安尼，好，控不住。哎呦，这二油咱台湾才有诶，嘿，二油真正台湾才有诶哦。引进的哦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继续。加油哦！哎，Lucky 的队长来。是，安尼就真济哦。佮选一个，有真济哦。N 层咯。N 层。好，咱来看者 N 层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然后嘛是袂歹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点心烟尘食肉拄开始是有钱人还是农民的下晡点心呢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哇，这台南人应该知影。有钱人我有食过，我收过 N 层食肉。哦，好，有钱人还是农民？是啥物？你感觉呢？应该是。哦，唔知哦。唔通想济。唔通想济。安尼就是农民。较等的。啊，较等的。过来，你莫搁话伤大声就好。有钱人好啊。有钱人。好，来，可以。有钱人对唔对？厉害！来，奖金，恭喜你了7000咯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伊虽然叫做烟尘食肉，毋过伊毋是干那卖这两项尔，伊其实是一寡头家伊的手路菜，所以有粉肠啊，还是一寡咱即马北部咧讲的乌白切啦。好，就是有啥我就甲你无菜单的料理啊，切互你安尼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拢是有钱人较有法度去遐食。遐尼贵的物件，啊，因食甲迄个喙足够紧的，吼，啊个足正的，啊个就是真刁啦，咱讲喙真刁，所以迄是真贵的物件，所以一般来讲是好野人、少爷还是大头家较食。阿你食就对啊，阿你食，阿食啊，阿夏好食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即马都3个哦。老师加油哦！你要选多济？有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牛车的奖金有偌济？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牛车驶落街会当摕来形容人是唱歌真歹听，还是讲伊跳舞真歹看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要几弯？来，紧起来，老师。嘿，来。唱歌真歹听。好，来，咱安尼你要几弯？你要几弯啊？伊要好吼，好我几弯。好，恁的答案是唱歌真歹听。好，唱歌真歹听。唱歌真歹听。唱歌真歹听，对唔对？嘿，厉害！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万咯！哦，好，可能大家看到牛迄字会想到讲，敢是牛声马后啦。哦。啊，其实迄嘛是讲人讲话还是唱歌无好听。啊，毋过伊即个牛声马后是较直接。咱一般若要讲譬想，会用一个较趣味的。即款日客来话，就甲伊讲你牛车驶落街，啊为虾米安尼？因为牛车咱知影伊迄链啊，因要落街需要打洞啊，啊迄个牛车的车主就会用一个物件啊甲动较慢的，啊迄声就是咱叽叽叫安尼就歹听的，嘿啊，啊大家安尼譬想讲你唱歌那。牛车驶落街，你种叽叽叫，足咁无哦。好，多谢，谢谢老师。食果子，好来，剩两个，今天剩两个要打一个咧。你选啦。好，安尼我选无定性。无定性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无定性的奖金有偌济？9000。好来，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无定性、无满足家己的现况，会当讲伊是鸟耍秀，还是好家己？
哦，来60秒的时间，来，好家己是毋是挂包？哎，我袂使甲你回答。好家己就是挂包的意思啊。所以那也是挂包嘞，应该是鸟刷手。鸟刷手，鸟啊要刷位。刷位。对。哦，无定性。嘿。哦，好来，鸟刷手对唔对？恭喜恭喜！袂歹，来奖金。恭喜得到高清咯！哦，3万啊！哦，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是收是迄个一个所在，譬如讲旁收蜂窝嘛，哈，啊是讲高收唔达，低收稳，高收困了小滚滚安尼啦，哈，所以咱这个收就是讲厝的意思。啊，猫仔伊的惯势是刷来刷去要互咬无，所以讲伊无啥定性。啊，好家己是可能有钱。好，钱的意思，无是定着，谢谢老师，无是得定。来啊哦，剩6啊尔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好，6，来，咱来看6个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好，15,000。老师若丢就冰盘咯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外岛因为捌有真侪梅花鹿，所以互人讲伊是鹿岛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上简单啊，来，上简单啊，绿岛，绿岛，好，哦，老师确定啊？确定哦。好，来，绿岛对唔对？恭喜又得到15000咯！佮较早因是用渔业来过生活啦，哈，啊，毋过后来乡公所的推设饲花鹿啊，就是梅花鹿，啊，所以因就甲伊当做副业，啊，所以即个绿岛、鹿岛就有即个名称出现。好，来看阮性价。今晚有4万。啊，那下价嘞？哦，嘛有36000哦。哎，嘛真好哦！今日的1秒10,000金。1秒10,000金。大家动脑筋。哦，咱即卖奖金变盘了，足恐怖，偌济4万块啦！4万块啦！4万块是几秒嘞？40秒。 40秒，来搁个加落去。好啦，佮送伊30秒变70秒嘛。 70秒哦，咱这回合有3题。 3题呢。好，知影答唔了就一直讲，讲对，啊上就会停，时间就会停，这是算秒数的哦。所以讲咱速度动脑筋爱较紧哦。来，第一个提示哦，伊是画图的艺术。哦，画图的艺术。是啥物件嘞？吼，过来，伊是日本来。日本来。嘿，日本来。过来，一个一个，哦哟，啥物物件？日本来，一个一个。笑路，啥物件？一个一个，日本来笑路。笑路啦。讲啊讲啊。 4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回去咧？知影答唔了就一直讲，讲对，啊上就会停，所以讲咱速度动脑筋爱较紧哦。咱这回合3题来。 第一题3个字，3个字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哦，伊是画图的艺术。哦，画图的艺术。是啥物件嘞？吼，过来，伊是日本来。日本来。嘿，日本来。过来，一个一个，哦哟，啥物物件？日本来，一个一个。笑路，啥物物件？一个一个，日本来笑路。嘿，来讲啊讲啊。动漫。唔是，3个字，记咧，上尾也是连环图，是啥物物件？应该真明显啊咧。嘿，红啊切，啊正卡。哦，对，你来看，这是一种画图的艺术嘛。是啊。啊，你日本来。没错。嘿，啊，一个一个。是。笑路上爱看的，嘿，啊连环的啦。连环图。咱只嘛看一下秒数。是。哦，够43秒咧，袂歹哦。来，第2题啊。加油哦！来，第2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头一个提示：世界颠倒饼。世界颠倒饼。什么意思啊？过来，
头向下底，脚向顶悬，啥物件？倒立，三个字哦，过来，伊飞倒头站，飞伫空中，唔是哦，紧来，过来，伊转西，也是哦，飞轮机，唔是，直升機，哦，伊是体操，体操表示是一个动作。哦，爬领导，哦，正确，我算你对。爬练道啦，嘿，世界颠倒变，车练道嘛会使，爬练道嘛会当啊，吼，哦，15秒，哦，恁开伤久的时间啦。嘿啊，佮咱脑筋佮动较紧者，加油，拜。好，来上尾啊一个哦，几上尾啊两个字，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是第一个提示，伫树仔顶，唔是，伫树仔顶啥物？新竹地区上有名。T，正确。哦。红旗啊啦，是，伫咧树仔顶的新竹，因为有风，通拍个旗仔边，是，无唔对啊，看一下分数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，8秒，袂歹，算袂歹啊8秒就是够8000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赞！嘿，来，咱还有金牌哟！来，恭喜！好，啊，今日嘛，多谢恁的感谢。好，今日真正爱感谢的是咱的顾问老师。哎，感谢咱的王秀荣老师辛苦啊！多谢。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铁8班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喽！再会。感谢，好，我叫你谢谢阿兔妈妈，谢谢 Adam 所有，感谢老师，哎呀，谢谢老师好运啊！